伫个新进国小热烈的太鼓表演，2025台南关仔岭温泉美食节将要伫个10月25盛大来登场。今年已经迈入第21届的关仔岭温泉美食节，已经成为台南秋天的指标性观光的庆典。尤其关仔岭佫是全台上早开发，有真出名的天然泥浆温泉。第一位泥浆温泉，互人泡汤以后，皮肤的感觉更加柔滑光洁。来到关仔岭，除了体验温泉的疗愈，更加袂用的错过，还佫有知名的汤仔鸡，甲着各式的山产料理，结合自然景观，甲着在地文化，具有观光的魅力体验。各个季节洗温泉有各个不同的体验，尤其关子岭是泥浆温泉，它不仅这个让你身心舒畅，而且还有这个保养皮肤的效果哈。其实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这么说，用过的、洗过的温泉的人都这么讲。而且关子岭有好多美食哦，有旺仔鸡，还有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值得你来。所以洗温泉、吃美食是最棒的这个活动。尤其关子岭附近还有东山咖啡，还有这个新营，还有盐水、柳营，很多地方都值得你好好逛一逛。所以来大新营区，秋天的时候有秋天的关子岭当主角，春天、夏天也有东山咖啡当主角。所以很多好的地方都欢迎你来到关子岭温泉节。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，今年的活动上大的亮点是隔了20栋的天下第一顶，将要去重现现场，用直径3公尺宽的大顶，要来料理美味的香菇鸡汤，会当予1000人共享烧滚滚的在地滋味。今年更加以着百鬼夜行为主题，特别打造4座的大型草屋，邀集12组的表演团体参加采节的巡礼。今年更加邀请100万人气的图文创作者维腾来跨界联名，打造专属的大型发光的气红装置，为活动来注入全新的视觉亮点。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。